야, 다들 도마들이야, 저기 남블랭게 상물이야, 아니,这西边 首先问候大家吉祥如意。这次举办马鄂夏季课程，那么主要的对象呢是噶举派以教学和实修为主的单位，也就是佛学院和闭关中心，尤其是现在在寺院当中的男女僧众们，所以希望借由这次的课程，能够稍微呢增进大家对密乘的一个理解。像是马尔巴大义师，他呢开启了这个噶举派修持密乘之道，还有讲说和听闻密续的这样一个殊胜的传统，从马尔巴大义师开始的。然而现在呢，我们还剩下修持的传统，也就是从马尔巴大义师传承下来这样一个修持的传统还是有的。那至于密乘的讲说和听闻的传统呢，却已经所剩无几了。像是冈藏噶举当中，甚深内义、二品序、报信论，有这样三部论的一个讲说。那么除此之外，这三部当中，当然这个二品序可以说算是序典，但其他的话呢都不能算是这样一个序典。所以总之，讲说听闻密续的传统已经所剩无几了。所以这就凸显出我们马尔巴噶举的这个传承并不完整，或者可以说是有所缺失的这样一个严重的状况。所以因此呢，为了这个佛教的一个复兴，还有振兴还有整个噶举的佛学院闭关中心，我觉得和所有的上师族古男女僧俗二众我们应该要齐心齐力的一起来复兴佛教。然后奋发图强为了复兴佛教而这样去做，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这也是为什么这次夏季课程呢，就取名为马鄂。那有这样一个马鄂的这样一个名称，目的就是在提醒和鼓励我们，所以不要妄自菲薄，因为我们具有传承自马尔巴还有这个鄂巴大师尤其鄂巴大师是这样一个讲说传承的这样一个大师，这样的一个密续讲说和听闻的殊胜传统
因为我们具有了这样的传统，同时也提醒我们有责任要去保持这个传统。那以这2位大师的这样一个殊胜的名号来为这次课程命名，相信光是听到这2位大师的名号像当年他们是如何弘扬这样的法教的，也会有一种信心跟加持。另一个角度来说，以这2位大师的名号来命名，最主要就是要去弘扬这样的一个密室讲说的传统，所以并不是说为了沾光，也并不是为了要炫耀。那当然需要有一个好听的大的名号，但是背后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目的的，一个提醒跟鼓励的。我觉得我们一定要知道的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一个状况就是我们以过去大师的名号来炫耀，以他们过去的事迹来做炫耀。如果只是凭借着祖师的这样的名号和显赫的功勋而四处炫耀吹嘘的话，然后懒散没有任何作为，那么就会出现自己从内部开始腐败的一种危险。因此我们一定要有自知之明，要清楚认识当下的处境和情势如此才会有能力去直接面对现实，能够从容的应对挑战。所以现在呢，正是展现我们在佛教的复兴上到底具有多少勇气和能力的一个关键的时刻。那以我个人来说，无论在世间和出世间上，其实我自己都是乏善可陈的。但是呢，我从来没有气馁过，总是相信，也觉得应该为佛教众生做些事情。而在面对各种内外的困境的时候，我仍然呢，还是面对它，像逆风而行一样的去面对这些困境。有的时候，虽然呢前途晦暗不明，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这样的时候，但我呢还是会秉持坚定的一个信念，也是鼓励自己相信什么呢？前方会有这个光明，
在等待着我的，所以有一天我一定会到达那里的。所以因此，我的想法是，我平时也跟很多人说，也看到很多人是总是担忧着未来，会担心说未来没有想象的好。但我觉得过度的担忧啊，其实代表的是自己没有自信。一位勇者啊，他专注的是当下的挑战，而不会没有意义的在那边杞人忧天。所以要有自信，不要气馁。为了佛教，为了众生，继续努力下去。总之现在呢，说了很多胡言乱语的。那么接着就不多说了，就进入今天的这个主题。那这次的主题其实不好讲，有时候觉得总是怎么都自找麻烦哦，选了个这么困难的主题。刚开始计划的时候还没想，还没觉得，但真的开始准备才发现这个主题还真是复杂麻烦，但也来不及了，因为就是要上课了。所以这次主题像是这次是密教的源流，这是非常困难的，完全超越了我的想象，我没想到有这么的复杂跟困难。但是呢，已经这个到处大家也都知道了，这个主题就是密教源流，然后临时说好取消也不行，所以尽力的去说。那么佛教它的义理真的是这个博大精深的，而且它是广大的包容一切的，它的内容也包含了缘起的智慧，还有对待一切众生平等的这样的慈悲，这样的汇集而成的内容，所以它超越了种族文明，甚至超越了岁月。所以佛法是这么样的一个博大精深，从2500年流传到现在，这些佛教的智慧，这些佛法依然呢具有这个使用的价值，能够真实利益到众生。原因就在于佛教它本身是这么的殊胜，所以呢，佛法的义理它是不会受限于某个语言文字、某个文明，甚至呢，也不受限于我们的思维和习惯的，是超越这一切的。像佛陀在世的时候，那时候人的思维和现在当然都不一样了，但是佛法的内容
它适合过去的人，也适合现代的人。原因就在于佛法，它本身就是这么殊胜，它可以说真的就是超越了这样子我们一般人的这种思维，是博大精深。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到的，像是你经验到的，甚至自己修持的这个佛法，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很既定清楚的形象，像是佛菩萨的样貌，它也是一定的了。举例来说，一说观音菩萨、文殊菩萨，你心中就会有一个既定的一个样貌出现，或者说这些佛学名相，还有一些佛教的见解、观念等等，它也有一定的一个定义了。那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了呢？一般来说，像刚刚谈到的，它佛法超越了这一切哦，它是很博大精深的。但是呢，我们现在你经验到的、看到的，却是一个既定的一个形象或者一定的一个定义。为什么会这样呢？就像前面说，真实的佛法，它是超越文字，它也超越了妄念和形象的。但是我们口头上说的这样的一个佛教，也就是我们现在都经验到的佛教，它是从我们人类的这样一个知识历史的一个传递透过这样的一个传递而延续至今的，所以成为了现在的这个样子。它不是马上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它是从过去几千年来，然后不断的形成了我们现在经验到的所谓的佛教这样的一个样貌。所以换个角度来说，佛教之所以是现在你经验到的这个样子，可以说就是因为这个样貌它最符合现代人，能为现代的众生带来利益，所以它是有原因的。所以现在经验到的佛教，这个佛教的样貌呢，也就是符合这个人类现在社会对于世界的一个认知，也符合现代的价值观，所以容易呢被大众所理解和接受。所以可以说就是一个善巧方便吧。因此呢，如果我们想要这个了悟真实的佛法，也就是从这些佛教的外相上去了悟到真实的佛法是什么的话，那么我们就需要先去了解形成现在这个佛教样貌的历史背景和脉络，这很重要哦。所以说佛教呢，最初的这个样貌是从哪里开始呢？是印度。因此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要认识这个古代印度这个文明它的历史。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印度社会的习俗，还有当时古印度各种的知识思想，加上印度人的这些思维习惯，
都提供了这个佛教在这个佛教的内容上有阐述的不同的方法。所以由于呢受到当时也就是古印度的文明还有传统习俗的影响所以孕育出佛教当中不同的这些，比如说名相或者说各种方便的说法，还有这个丰富的各种佛教的艺术。这本来也是必然的一个情况，因为佛法它就是一种能够随着环境、时间而调试、改变，为众生带来利益的这样的一个方法。所以呢，佛法它会依靠不同的社会习俗和文化而做出这样的一个调试。要了解这一点很重要。举个例子来说，上士呢，过去不同地方、不同地区有不同的佛菩萨的这个塑像形象也都不同。像是这个甘达拉，就是犍陀罗的那时期的佛像，样子就像罗马人，而中国的佛像就和中国人长得很相似。泰国佛像就有这个浓厚的这种泰国的文化的一种风味，而在藏人来讲，藏传佛教当中，那长得又有藏人的这样的味道。所以如果是一个藏人的佛教徒如果要他在像是泰国的佛像和藏式的佛像当中选择，他应该就会选择藏式的佛像。那因为他是这个藏人嘛，所以他自然会受到藏式佛像的一个吸引而选择了藏式这样子形象的佛像。那这不是他有没有信心的问题而是因为对这个佛像的样貌，如果感觉比较亲切、习惯的时候，那么自然就会想要亲近，就会升起信心，就会选择这个样子的一个佛像。不然很多时候，如果你看到的一个佛像的样貌，如果你对他的形象也不熟悉，文化也不了解，像是如果是一个泰国佛像的话，你向这个佛像升起信心，合个掌，你可能也觉得这个好像不太习惯，会觉得有一种距离感。那么尤其这次夏季课程的主题呢是密教的源流。那想要知道密教的根本跟源流，首先就要了解密教的历史。要知道这个密教的历史，就必须要了解这个整体佛教的历史。那为了知道佛教的历史，那因为佛教是从印度开始的，所以你也必须要了解印度的这个历史。
当我们对于印度的历史清楚了解了，那么就容易理解这个佛教还有这个密教的源流。当这一些都了解之后，那么我们的各种的仪式啊、仪轨、传统就不会流于一种形式了。尤其当我们对佛法，尤其是佛法当中这个密法有了深刻的一个认识的时候，那么逐渐你就能够如实了悟佛陀的心意了，会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呢，在讲解佛教历史之前，最重要的就是去了解印度的地理环境啊、生活习俗、哲学思想等等。我觉得这么做是很有益的。但是呢，我自己并没有特别学过这个历史，加上呢，印度的这个历史文化真的是博大精深。首先我自己实在很难搞懂，更别说还要讲那是更难，还要跟别人讲这个历史。但是呢，因为藏族人当中很少人清楚知道古印度的历史，加上也很少这样的藏族人在讲这样子的佛教跟密教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所以这一次课程这里呢，我想就像是这个抛砖引玉一般吧。是实在是没有很不好意思要讲的，但还是尽力的来讲说，所以如果有错误的话呢，还请这个大家见谅。如果不先话说在前面，之后再讲就来不及了，所以有错误还请大家先见谅。那么就讲到这个印度文明。首先呢，印度呢，它是位于这个南亚半岛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当我们对印度的文明这个研究越深入，你就越会发现印度文明史真的占据了就是在我们人类的文明史当中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尤其印度的语言，像是梵文和这个西方各大洲的这些语言呢，是一脉相传的，是这个一脉相承的。再加上因为有这个印度的各个宗教作为媒介，所以印度的思想又传播到了亚洲各个地方，像是亚洲很多的地方都受到了印度的这些思想的这个传播影响。印度有著名的像三大宗教，还有6派的哲学的
出现哦，更是这个可以说我们人类在这种精神世界上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哦。因为你看，就在这样子的一个半岛上，却能够有这么丰富的这一些宗教，还有各种的哲学思想哦，实在是很不可思议，很殊胜的。那这些是什么样的宗教跟哲学见解？这个我们之后再谈。这里要分享一个画面。也就年纪小儿也是的，也说年小了别干了要的，呜呼。当然呀，야가기 시리 심주 체할래. 통마르 지 야가기 시리 디 감정 그 루규 시야과도 계속 자리로 와. 세상다다 那么研究印度文明，就是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印度文明它产生的一个背景。那你可以看到这张图哦，在拉加斯坦邦有这样一个山地的要塞哦，就是在印度的一个北方哦，它有印度的长城这样一个称谓的一个叫昆巴哈尔堡，它作为一个天然的屏障，就是投影这里看到这样一个叫做拉加斯坦邦的一个山地的要塞。那这样的一个天然的屏障啊，这座可以说是一个城堡一样的，这样像有印度长城之称的这样一个城堡，它是建立于印度的中世纪。但这样一个城堡也造成了可以说印度跟其他国家的交流啊少之又少。所以反而是形成了印度它独有的这样的一片的天地哦。所以也因此，这样一个拥有了悠久历史的印度，它能够保留许多和其他国家迥然不同的这样的一些风俗习惯。不晓得刚刚投影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为什么刚刚这里特别提到这样的一个古印度的这样一个像长城一样的城堡，这样一个屏障，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屏障，它保护了、保留了这样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印度它特殊的一些风俗习惯。
다티 배수는 잠데 당기게 카르틴데 요르사 종데 요르사디 다가다고 종데 림부지에베 인주사 저르르 림부지에베 민주사네 안 디기베 송겹 체제 ane 다지 소소에기 가르주 자가 나로래야 ane 계급 현다 미리 현다 그 진주의 체야래야 ane 고 각돔 체야 직당 所以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屏障，当然这只是举一个例子，所以它可以说对外这个也防护印度受到各种其他外族的一些侵扰，但是另外来说也减少了跟外面的人的一个交流，所以也保留了这些悠久历史的这样印度里面的一些特殊的风俗跟习惯。大概这里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再来我们再讲1个小时。好的。我呀，大的呢，毛木对你需要不需要赢？好，我们就接续着讲。那前面一段呢，讲到说印度它保留了许多他们特殊的一些风俗习惯。举个例子来说，像是一般人呢早已不在这个使用像梵语，但是呢有学识的这些婆罗门僧侣，他们还是会用梵语，像是进行这种口头交流和书面的写作。所以你看这种情况就跟西元前几个世纪的情况还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同样即使呢像现在都引进了有这种印刷术但是现在婆罗门僧侣还是会保留着古代的传统，他们是用手抄这种梵语的经典。那另外还有一个例子，譬如说像这个亚历山大大帝他这个入侵侵略这个印度之前，那么像婆罗门的僧侣，他们还是保留着这个背诵这些吠陀的习惯就跟亚历山大大帝侵略印度之前都一样，这个习惯还是保存着。所以因此就算是像抄写的很多经典全部都被烧毁了，那据说婆罗门僧侣他们还是能够一字一句可以说原原本本的背诵出来，所以这是很令人惊叹的一件事。再举一个例子还有过去的一个习俗，也就是我们说在这个火供的时候或护摩的时候，那过去他们是怎么样生火取火的呢？他们是用2节这个木片然后摩擦，然后取火，有这样的一种风俗。而这种获取圣火，就是这种护摩的圣火的方法可以说追溯到可以说史前时代。
但是呢，你看现在这样的一个方法，你在印度还是看得到的，而成为了现在像他们婆罗门就是获取这样一个这种我们叫圣火，也就是护摩的这样圣火的唯一的方法。所以总的来说，上面举了一些这些例子，可以看到过去古印度流传下来的很多传统，现在都还是以这样原来的样子保存着。甚至我们也可以清楚看到，逐渐去追踪到这些传统它演变的痕迹过程是什么。所以这种情况真的是可是非常特别的，这可以说是其他很多地方很多的国家看不到的。因此呢，世界各个地方的这些学者们其实都对印度的这个历史文化都保持着很高度的这种关注跟赞叹的。但是我们还是要知道的一点，就是如果严格来说，印度是一个完全没有历史的一个国家。他们完全没有这样的历史，也没有编年的纪史这样的一种传统。现在一个比较主流的这些观点学者认为，就说为什么他们是没有这样不注重历史记录？他们认为说，这个雅利安人中，也就是这些人当中以教学为本职的，就是婆罗门，他们呢，因为是他们给予人民教学，所以他们其实是控制了人民的这个思想的。而譬如说他们会跟人民说人生呢，这个万般都是苦，然后都是恶，所以这个人生是没有任何意义跟价值的。所以为了要远离这样子的苦厄，他们对按照这种年代来记录历史是丝毫也不感兴趣的，因为对他们来说，这记不记录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人生就是苦，就是恶，是要远离的。所以我们看到在西元400这个年前的印度的历史可以说是一片空白的，因为根本就无从这个考证。所以呢，现在的很多研究历史的学者们，如果他们想要了解西元400年前的这些印度的历史，就只能根据印度文学的当中的语言形式还有文体这种形态，或者文章中引用到的一些内容，然后去推测当时这些历史人物的那个年代。不过呢，如果要按照印度文学的来做推测的话，这个难度和准确度
就可想而知了，准确度应该不高的。尤其是因为印度的文学作品真的描写的非常生动啊，是惟妙惟肖的，十分逼真的，好像写的都是真实的，没哪个是虚构的。所以去看印度的这些文学作品的时候，你几乎无法区分哪些是历史是真实的，哪些又是虚构的。所以归根究底来讲，这些情况还是依靠了研究者自身的判断了。因为印度文学，他没有办法清楚告诉你哪些是真实的历史，还是得靠研究者自己去判断。所以可以说，过去古代这个印度的这些历史、这些史实哦，对于很多人来说，一直对这些研究者来说，就像是消失在无穷无尽的黑暗当中是一样的。而且不仅印度的历史没有人去记录，而且也没有人去研究。那么是什么时候开始有人去研究？是直到18世纪才开始。主要是因为当时，也就是18世纪那时候，那么首任的第一任的这个英国的驻印度的这个总督，那么因为他很喜欢这些印度的文化，所以他大力的去提倡这个印度的文化的研究，所以后来呢，才开始在西方，像是德国呀、法国啊各个地方才出现了一批这些印度研究的学者。所以可以说，印度的研究是从西方人这个开始的。那么到现在，当然全世界各国的学者在印度历史这个领域都已经有不少的人才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印度的研究也就是这200多年的历史而已。所以其实有关印度的研究这样的历史是很短的，也就才开始了，才200多年。那如果我们想要研究的话，那印度可以研究的一些文献史料是什么呢？所以如果譬如说你想了解西元前400年以前的历史，该怎么办呢？那你只能靠印度古代留下来的这些文献了。然而你会发现这些文献呢，基本上都是跟宗教有关的典籍，和可以说或者说是具有强烈宗教色彩的这些文学作品。
这些作品呢，多少是能够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但是内容呢，也夹杂着大量的神话，所以并不能作为这个史料来看待。那么，这里我提到的主要的宗教典籍和文学作品是指哪些内容呢？主要就是吠陀文学和2部大的史诗。所以呢，基本上可以说，从印度这些雅利安人最先到了这个旁遮普，也就是从西元前1500年一直到西元前500年。那么有这样在1000年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历史。那如果要了解这样的历史，我们能够参考的典籍的文献，就只有靠上面提到的像吠陀文学和像这2部的大的史诗。而印度呢，最早被世人知道有这样一个地方，是从这个亚历山大大帝他东征开始的。在亚历山大大帝他这个凯旋直至这个驾崩之后，他有一个将领，也就是后来的叫塞琉古一世。那这个塞琉古一世呢，他就曾派出这个使节，叫做麦加斯提尼，出使中印。当时中印的这个国叫做摩揭陀国，那也就是现在的大概是菩提迦耶大概那样的一个位置。那么这个使节呢，也就是麦加斯提尼呢，他回国之后，就将自己在中印度，也就是摩揭陀国的这些见闻，他写成了4卷本的这样一个叫印度史，叫做 Indica， 而且公布于世。但可惜的是呢，这本书呢已经失传了，但是之后，所以你只能从后人的一些引用当中知道片段的这本书当中的一些片段的内容。总之呢，这个使者他去了印度，他写成了这样的一个印度史，叫 Indica， 然后公布给世人知道。但是当时的人们呢，不相信书中的内容，他们觉得怎么可能有这样一个地方，怎么可能会有这样一个印度这样的地方。当时和现在不同，没有像现在这么方便能够知道其他地方的情况，所以看到那本书里面内容都觉得不可思议。总之，麦加斯蒂尼的这本书中它记载的就是西元前400年到西元前300年之间的印度的一些情况。所以呢，这本书现存的版本就是后人引用编辑而结集成的这些部分内容的结集版本，对
研究者来说是真的是再世珍宝，因为是真的在那个时候到了印度写下来的内容，所以是非常珍贵的。不然基本上可以说，就像刚刚谈到的，我们只能从像吠陀文学或者印度本身的两个大的史诗来看。所以在这之前的历史可以说都是除了这样一本之外其他历史都可以说是推测和猜出来的，没有可以确切的任何历史这个事件和人物的。在之后就到了西元4世纪末了，就不是西元前了，就到了西元4世纪末了。这时候这个中国佛教的这个高僧，中文就是叫法显，那么呢他就这个长途跋涉到了印度，后来他就这个将他在印度的见闻创作了一部叫做《佛国记》，所以这个大概是4世纪的时候的一部著作。那么之后到了西元7世纪，那么玄奘大师，那讲到玄奘，各位僧众们，你们大概有看过这个《西游记》里面有这个这样一个有提到唐僧，有这样一个阿弥陀佛这样的一个唐僧的那样一个形象那当然这是一个故事《西游记》里面的唐僧，但真的事实上有这样一位大师叫玄奘大师，他是透过了这个陆路的方式，这个也是长途跋涉远赴到了这个天竺，到了印度，然后他对于全印度，他到了许多地方到了全印度他都对印度进行了实地的这个考察，然后也完成了对于印度各个方面的细致的这种调查之后，写出了很重要的这个著作，就是《大唐西域记》。到了西元7世纪末，也是中国的一位大师，叫做易净。他是从海路的方式远渡到这个天竺，也就是印度，大概就是现在从West Bengal 西班加罗加尔各答这样子的海路到了印度。后来他就写作了一部叫做《南海寄归传》，上面这3位中国的僧人的著作，现在呢都还保存在这个佛典当中，就是我们说藏经当中。所以如果要确认印度的历史史实的时候，这些书这上面这几本，尤其是玄奘大师的《大唐西域记》可以说都是人们学者们最重视的、最权威的这个参考资料。像是现在很多学者、考古学家要对于当时佛陀的一些圣地到底位于什么样的位置，他们都参考了《大唐西域记》里面的内容去做判定。如果没有这样一本书的话呢，事实上有很多学者也说，如果没有《大唐西域记》，可能都无法确认当时很多佛教的圣地到底位于何处。
上面就可以看到我们提到了从4世纪末一直到7世纪的几部著作，然后接着又到了13世纪，直到西元13世纪这个之前，那可以参考的这种印度历史文献呢，只有寥寥几本而已了。然后到了西元13世纪呢，这个穆斯林统治印度之后，才有了这种像是宫廷编年史这样的这种做法。所以从13世纪之后，可以说才开始当时还有一些个人编撰的史书哦。总之，在那个时候开始，才算有了印度的史料可以供参考。所以总结来说，在确认印度的史实的时候，历史的时候，多半只能参考这个最开始希腊人他的那个史节的那个记录，或者是中国的高僧的著作，还有刻在这个石柱上还有岩石上的，我们说就是阿育王的这些石柱上和这些岩石上的叫阿育王的法敕。这里我们看到印度的文明如果去追溯的话最早如果我们说追溯到从石器时代的话，所以这里主要对僧众再解释一下石器时代就是如果有上过学读过历史，会有提到有这样的石器时代的用词。总之，如果是追溯到石器时代去看，那么印度的历史那可以追溯到是西元前几十万年。换句话说，从大概那个时候就有人类就住在这个印度。就是像考古学从可能挖掘当中会发现石器时代就有人住在印度这样子。所以从石器时代这样去追溯的话，印度的历史是有几十万年。但是当我们谈到是印度的文明的话，也就是从古文明的角度来看，包括有了文明，有了文字，有了各种的这些哲学见解等等总之从这个角度来看，基本上可以从西元前大概3000年左右开始算起，一直到这个后来西元12世纪。所以可以说印度的古文明它基本上可以从西元前3000年左右算起，然后一直到西元后的12世纪，大概有4000多年，差不多跨越了4000年。所以可以说这4000年的文明就是印度特有的一个文明的时期。后来在我们说西元12世纪末了，这个在位于阿富汗的有一个王朝叫做古尔王朝，他们就入侵印度。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是这个穆斯林是回教。总之，这样的一个古尔王朝就入侵印度，印度就建立起伊斯兰的王朝。这个王朝呢，持续了将近有300-400年。之后到了16世纪，就是蒙古族叫莫卧儿这样入侵。
这时候他们几乎将印度的之前谈到那样一个古文明哦，可以说完全的破坏了。那这个时候印度的文明呢，也从此也进入了一个新的这样一个时期。所以在16世纪蒙古族莫卧儿入侵之后，印度他们也有新的文化的产生，但是和之前我们说上下4000年当时那么的精彩光彩夺目的这个印度的古文明相比哦，是不可同日而语了。那这是许多的现在研究学者都有这样的一个结论。Delhi Sultan 아주라디 Empress zu고래서 다들 로숨제 십게 친아이나 디지 양고 다다르지 버디 숨제 십게 사 친아이나 something 다가다디 세비 정민도 가다디 네 디양 가서 다다디 메하고문도 다간다시네 之前呢，刚刚我有谈到阿富汗的一个古尔王朝入侵啊，是不是持续了300-400年？这个还要再讨论一下，还不确定。总之呢，这一次课程为了便于讲解我们大概可以把印度的历史分为4个大的时期来讲。다 뒤럽 신부 시디 난게 뒤럽 당부대 가르잖아. 아니 신규 추규기 시리스야체. 那么4个时期当中的第一个叫做印度河流域的文明。它有其他的一些名称，譬如说叫做印度河谷文明，或者叫总之呢，这个时间是这一段时期是西元前34世纪到西元前16世纪，就西元前34世纪到西元前16世纪。然后再来就是一个吠陀时期，那么它是西元前16世纪到西元前6世纪。再来一个是我称之为叫佛教时期，它是西元前6世纪到西元后13世纪。那么第4个时期是印度佛教灭亡，那么它是在西元后13世纪，就是西元13世纪开始。然后那么在第一个时代呢，第一个时期就接着我们简单讲一下这4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呢，大约发生是在西元前这个3300年。然后它的鼎盛时期呢是西元前2600到西元前1900年。那么在这个时候的第一个时期，这时候的人种主要叫做Dravida， 也就是达罗毗荼这样的一个人种。第2个时期就是吠陀时期，大约是在西元前16世纪左右的。那这个时候最主要的人种，也就是雅利安人了。所以那个时候雅利安人是从其他地方进入到印度，然后定居在印度，
是定居在就是现在称为叫就是当时叫Punjab，就是旁遮普这样的地方。雅利安人他们崇拜自然，而且赞叹这个自然的，他们有这样的一种传统。在这个时代吠陀时期当中，基本上那我们可以参考的这个唯一的一个史籍史料是什么呢？就是离句吠陀。同样在这个时期，接着雅利安人渐渐的在向东进然后定居到了恒河流域，而且建立起很多的这些强国，而且呢也产生了这个种姓的区别。所以我们说现在看到印度有不同的种姓这个也是在那个时期就开始产生了，而且确立了这个婆罗门的僧权所以而且在这个时期的这个婆罗门的僧侣，他们也对四吠陀进行了这种编辑记录，而且编纂了这个梵书，所以研究出这个叫奥义书，而且创作了2大史诗就之前提到印度2大史诗就是这个时候的事情。所以这个吠陀时期可以说对印度的文明的贡献是真的是最多的。逐渐的后来呢，雅利安人就可以说征服了统治了全印度，并且根据这个吠陀的文学，譬如说四吠陀等等相关的这些文学这些思想，那么就衍生出了像是这个衍生出了这个6个哲学流派。就是我们佛教里面也常会谈到说有6师外道就是说有6个，总之当时印度的6个哲学，不只是6个，很多很多其他哲学派别，大概都是当时甚至有64种学派的说法，都是当时开始衍生出来的。像是我们听过耆那教，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出现的。所以这就是第2个时期叫做吠陀时期。第3个时期就是佛教的时代了，它是这个时候就西元前6世纪后期这个我们说佛陀就出世了。当然这有不同的说法，大部分都是说直到西元前6世纪后期，就是那时候佛陀就降生出世。然后同时当时的这些王族对佛教的佛陀就创立了这样的佛教的思想，然后当时的王族也对佛教这个拥护，所以让佛教也很快的兴盛起来。之前有提到像婆罗门还有这些祭师，他们的力量就慢慢的变弱。之后呢，中印度摩揭陀国呢又出现了阿育王，
它几乎呢可以说统一了全印度，并且阿育王让佛教成为了可以说全民的这样的一种教派，可以说就是印度国民的这个全民的一个信仰了。同时呢，而且也结集了这个佛教的各种不同的经典内容，佛教的文学，像是我们说第一次结集、第二次结集等等就是结集这些不同佛教的内容，就是阿育王的时候开始。之后，在这个同一个佛教时期之后呢，南印度有一个安达罗王国兴起，而在北印度呢，也有一个叫吉多王朝。再加上这时候西印度呢，又有这个叫肉之族入侵。这个肉之族呢，还出现了这个迦尼色迦一世，他是更加的信奉佛教的，所以可以看到刚刚谈到这些的不同的印度各地的王朝和当时的国王，就都很信奉佛教，所以也让佛教就向外不断的传扬出去，就成为了可以说成为一个像是世界性的一种宗教了。而且同一时期在之后，在印度的北部出现了一位叫超日王，但这个超日王呢，他是极力拥护的是婆罗门教，所以这时候婆罗门教也因此得以复兴。在最开始因为佛教的兴起而让婆罗门教没落，但就是从这个印度北部的这个超日王，因为他又大力护持婆罗门教，所以又让这个婆罗门教呢得以复兴，就形成了一个和佛教对峙的这样的一种局面。那这时候的婆罗门教可以说也称为叫新的婆罗门教，也在这个时候就逐渐的形成了。之后又出现了一个国王叫做戒日王，这是梵文的发音就是戒日王，总之翻译中文就是戒日王呢，他大力的护持佛教。这时候佛教的文化呢，又再次的这个可以说再次振兴然后绽放出一灿烂的光芒。但是呢，已经不如以前了，已经是强弩之末的一个情况了。所以这就是第三个时期，佛教时代。第四个时代是印度佛教灭亡。首先呢是阿拉伯帝国，他们多次的这个不断的这个入侵攻击印度，接着是这个阿富汗那一带的
是阿富汗那一带的这个叫突厥人呢，又入侵印度，所以最终呢，在13世纪的时候，就现在在现在的德里哦，就创立了这个德里的苏丹国。所以因为这样一个过程，让佛教可以说灭亡。虽然佛教呢是仍有部分的存在哦，但已经是可以说奄奄一息的状态。那么最后完全让佛教销声匿迹是什么时候呢？是16世纪的时候，蒙古人入侵。就是蒙古人，也就是刚刚说莫卧儿，成立了这个莫卧儿帝国。从此呢，这时候印度就完全被彻底的，可以说这个伊斯兰化。所以佛教最终呢，就在印度这个大地上可以说销声匿迹了。所以我们这次夏季课程这里哦，那是大致把印度的历史分成了这4个时期、4个阶段。但是实际上，在学术界，就是印度研究的学术界上，并没有一个特别公认的或者一个权威的一种分法。原因是因为印度自古以来就是诸国并存哦，而且很长时间处在分裂的状态，并不是统一的状态下。所以基本上我们看现在印度这个国家的这个版图哦，从这个范围来看，只有几次的时间是统一过的。像是阿育王的时候，当时有孔雀王朝，那个时候是统一过的。之后刚刚谈到的就是蒙古族他们的这个伊斯兰的一个莫卧儿帝国，这个时候算是统一过。但基本上其他时候印度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状态，它一直是一种可以说多国的，或者说很多种王朝这样在互相的竞争的不断的交换并吞，然后有点此起彼落，有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的。所以印度呢，你很难去从王朝的角度，就从王朝你可以看到是这么样的复杂的角度上，很难去对印度进行时代上的一个确切的一个划分。所以这里的划分基本上4个划分是按照佛教历史来划分的。所以先是印度河流域文明，然后是佛教创立之前，然后佛教时代，然后最后是印度佛教灭亡时代哦。所以大概就是这样来划分的。那么时间的关系，最后我想讲一个，就是印度哦 ，Hindustan， 就是说印度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
거기에 안에 야가르스야 되는 뜻이 가르 야가유면데 녜다 세버지 슈도면도.但因为那呢，我这里针对的是印度，就是 Hindu 这个词来解释，而不是用藏文称印度叫 Gyagar 去解释为什么藏文里面叫 Gyagar， 因为那有不同的说法，那也很难说得准。所以，但是就从 Hindu 或者 India 印度这个词去讲。所以这个词最先我们刚刚有谈到，所以进入这样一个南亚这样一个次大陆的是雅利安人，他们从外面来到了，从西北方进入到了印度这个南亚的次大陆是雅利安人，他们西北部入侵进来。当时进来的时候到了地方，那里是一个河川非常丰富的地方，那里最重要的一个河就叫做这个印度，也就是印度河。那么这个印度河的发源地呢是西藏，那之后呢与其他的河流相交汇，最后就流入了这个阿拉伯海。所以最开始从西藏慢慢一直汇流其他河流，最后流入阿拉伯海，就是这个印度河叫做 Indus 这个河。所以印度这个国名主要就是来自于这条河。那这条河，那这个名称过去梵文叫信度，也就中文也有翻译叫信度。那这样一个信度这个河，印度河最开始是当时移民到这条河两边的这些居民们看到这条河，哇，水势这个非常的汹涌啊，就很害怕，所以就称它为新度。所以新度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水或者是海的意思，因为是非常的这个水势汹涌的，所以就称它为新度，是水和海。所以进而就把这一整片这个地方地域就称之为新度流域。最后呢，整个这个就变成了这个名称，就变成全印度的一个名称。那为什么从新度会变成 Hindu 呢？那这是因为呢，新度在古代波斯语的发音是 Hindu， 所以变成了 Hindu。但变成是希腊语之后，就成了 Indus。在过去，你看中国古代，把印度呢，也是翻译成，就是中文字叫身读，身体的身读，也叫做捐读，或者是心斗，就是身读，有不同的这个方言发音，也叫做心斗。也就是你看这个词，或者叫咸豆等等。但是无论如何，印度人本身并不叫自己叫印度，而是有一个词叫巴拉达，或者呢叫做jambu dipa，也就是中文叫做阎浮提，就是指整个这个叫阎浮提。所以从印度人叫自己是叫做巴拉达，他也并不称自己叫 Hindu 或者是新度。从这一点来看，所以 Hindu 或者说印度这个词恐怕是古代这个波斯人他们用来来称呼他们对岸的邻居也就是印度的一个称呼。所以最开始是波斯人这样子
叫印度叫新度，然后所以希腊人也沿用了波斯人的叫法，就变成了总之叫印度，所以就变成我们现在大家就共用都知道的一个名称。本来今天还准备要讲的很多，但时间关系，我想就讲到这里。好的，接下来我们是歌颂。